咱讲会落愈布施、愈施舍、愈付出、愈牺牲，咱的福分会愈来愈大个，咱的果子会愈来愈大个。安尼哈，是安尼吼。所以互咱教咱兜的小朋友吼，平时啊爱拢做忝。较早咧读高中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一天只能花20块，若加开10块、20块，爱写报告，爱写报告讲为什么我来去开这，我走去买啥，爱无？爱。所以因家己拢做忝，毋过等到别人有需要，同学有需要，老师认为讲有需要的时阵，我就无咧甲伊欠嘛。伊就家己将伊家己的零用钱规只主公拢摕去，讲我这全部拢要补习，拢要来斗相共。我讲安尼就对，家己做忝，毋过等到期到的时阵，脚就爱出来。我嘛定咧甲大家讲，你会业，你教，你一定爱教别人会业。你毋通认为讲你甲教以后，伊就会安怎？伊就会比你名次较悬，伊考比你较好，你千万袂使安尼想。你着爱有迄个格局，讲我毋茫我全班的同学，大家拢会，大家拢考了做好，我考了无，考因比我较好嘛袂要紧。所以，若安尼话，你迄个格局会愈来愈大的时阵，相对你的肩膀就可靠。安尼哦。所以要教伊学知识，咱袂使先教伊学上，你要坐第几名？二是你爱教伊的格局，安尼吼。所以格局慢慢对细汉囡仔去甲养成的时阵，伊到后壁，伊对家己足忝的，足忝。当伊要写的时阵，敢写无？伊敢写。你若认为讲有需要，尽量写。就这样哦。所以，若安尼起来的话，咱是毋是咧替伊家塑造是一个好野人的态度，对不对？好野人是塑造出来的，安尼呢？所以内心会愈来愈差，内心当中迄种教尾啊，家伊的写才来写，慢慢去教伊学写心，来爱去写心。爱做无？爱呢，嘛是爱教育、爱做、爱付出。所以这个物件写好惯势了后，若安尼咧写当中，就代表你有富有无？你有无？你就是有敢会写。若袂写呢，只是我做有啦，即个做啥呢？因为你有知影人写。所以迄个叫做富有根，根对对来对内心，所以富的求钱对对求对内心去求。爱食，贵会求一个，贵气会求钱。贵气有金无？有，毋是对外口望别人甲你学落的。别人讲你这个人足够，你这个人哇，爱互你做啥？你这个人当中爱互你做经理，爱互你做啥？爱互你做当处长，爱互你做总经理，爱互你做啥？毋是对对来。迄个贵气对对来，嘛是爱对内心。对内心来的贵气，较是真正的贵气。所以对内心来的贵气叫做啥？叫做不俗。不俗的意思就是咧讲啥？袂俗气。袂俗气啊！一个人要袂俗气，爱安怎做？爱自重自爱，爱自尊，安尼较袂俗气呢。所以讲，一个人会自重自爱和自尊的时阵，今仔日相对的，毋免别人家己肯定，伊就内在有贵气无？内在就有贵气。安尼呢？所以，这个叫做贵。所以富贵当中会建立在内心世界。你内心世界，所以当咱内在去经营着内在的内心世界，来互咱产生着会当牺牲付出，佮加上会当自重自爱，含自强含自尊。若安尼相对起来，咱
求富贵，会当有富贵咩？而且这富贵内底拢阁有金。若有金的富贵，那安尼的话，就毋是表面看起来感觉讲哇，敢若花共款，敢若攀中花，敢若喷中树共款哦。看起真水哦，真贵气哦，拢无金哦。若有金，敢好用？有金就好用安尼吼，对。迄个好用叫做啥？叫做金角头。叫做互人有一个安全感啦，会当依赖啦，会当可靠啦。毋是剩个人感觉讲我们可以依赖而已啊，连咱的点文书嘛感觉讲我们可以依赖，连我们的后学嘛感觉我们可靠，连咱的老师嘛感觉讲你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徒儿，安尼对不对？若安尼的话，不管到咱的一般的兄弟姊妹，到咱的同学，大家拢感觉讲，我们可以依赖，我们可靠。若安尼依赖可靠的过来，对富贵会进来的啦。安尼呢？若安尼相对的，咱离道场是一个成功的前辈者，你出的是一个成功的妈妈，成功的爸爸。嘛是一个成功的囝，对不对？嘛是成功的哥哥，成功的弟弟，成功的姐姐，成功的妹妹，对无？你社会嘛是一个成功的老板，或是成功的主管，或是成功的老公，安尼对头无成功的。修得落来是全面全面到位，全部成就。安尼敢爱投资？所有拢成功嘞，敢爱投资无？爱啦哈！所以道场绝对一定爱见，爱投资，爱去感受，爱去投入。这物件拢咧含养咱内在里面，你互咱的筋愈有肥了，咱的筋愈有肥了，咱的个愈甜，咱所得到的迄个甜，会感觉讲，愈来愈甜哦。愈来心愈快哦，路愈济哦，愈来愈欢喜哦，迄个甜叫做点滴在心头，迄可能会感受的呢。安尼呢？安尼叫做就是金内底已经养分的含养已经入到迄个果的心，安尼。这内底对金投入，大家落实。用心做，配合着咱点文书、咱领领、咱组长，大家前辈者，共同要经营的，毋是要经营我咯，经营甲服务因方，是要对咱内在去改变。安尼哦，所以讲，主公有一天伊敢问孔夫子啦，伊认为用主公的境界咧问，咧调孔夫子的境界咧对应。主公咧认为，讲我即个看法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水准啦。伊当甲主公问啊，主公甲问孔夫子讲：平而无忝，无而无骄，何如啦？讲善的人伊有忝，无忝的意思就是讲袂讲婆婆摊摊啦，袂讲巴结啦，即种人。水准算高的啦，富而无骄，好嘢人，毋过伊袂骄傲啦，即种人感觉安怎？孔夫子你感觉安怎？即种人以我的看法，感觉袂歹夫子伊的看法是安怎？这个水准的问题啦，安尼安尼做一个。平而无忝，善良人、无钱人，袂去共巴结，袂去共婆婆摊摊。毋过呢，无代表伊内心就无外面。
无代表伊内心就会平衡啊。安尼嘛吼，只是讲我较有骨气啊，无爱甲你碰他，无代表伊内心有受威哦。是安尼哦，一个好野的人，伊袂骄，就是袂碰墙嘛。毋过无代表伊会牺牲付出咯。咱感觉看到足好野的人吼，啊穿甲足低调的，感觉有无？穿到互你感觉讲伊拢无是好野，咱敢有看过迄种人？有啊吼，啊迄种人敢有足无保守？无一定，哈，毋是，所以毋是伊穿低调，伊种种安怎？毋过呢，伊的低调是因为伊惊别人知影伊有钱，所以惊人去甲借钱，所以伫遐当中甲结甲足低调。敢是安尼？啊，钱是阮兜，我才着拢知，毋是对嘛吼？所以有骄无代表着伊会牺牲付出啦。啊，所以这还阁无收的啦，这种还阁有目的的啦，这内在的物件还阁有贪念的啦，还阁有亲分不平的心的啦，还阁有执着着利益的啦，阁有执着着感受的啦，阁有执着着感觉的啦，这还阁无咧收的啦。夫子的看法是安尼哦，所以夫子伊是咧讲要进入到有收的境界，就爱安尼哦。伊讲啊，可以啦，勉强可以啊，就是讲勉强，吼，勉强有及格60分，毋过还阁毋是上界圆满。要上界圆满，爱安怎？爱美足平易乐，如意好礼者。就是讲，伊的境界，若阁会当提升到平易乐。虽然你善的人善，毋过你善虽然善，毋过安怎？毋过你袂困，困是爱困的困啊哈，困中困，哈，你袂互迄个善把你的心困掉的。虽然你善，啊，毋过安怎？咱食较歹咧，穿较歹咧。吼，啊用较歹咧，吼，啊袂要紧，啊大家若会当过了吼，平安顺遂健康，啊安尼就好，吼，啊咱感觉咱大家认真做，安尼就对啊。伊无互伊的善甲伊困掉的，毋过一般病内底拢会病加上困，叫做病困，病会甲你的心困掉的，会甲你的欲念困掉的，会甲你的情绪困掉的哦。所以，甲你困掉的当中，病内底它会产生足侪不满、足侪嫉妒、足侪看袂开的哦，会怨天尤人哦。所以，甲你讲病，伊要入去到迄个乐，就袂使去困掉，袂使去困掉。啊，病要进入到乐，无简单的，无简单的。爱透过啥？爱透过真理的力量。咱爱想会开啦，哈，爱想会开啦。一个人富贵有因果，富贵有因果。上天老师的法律绝对袂当改变因果，安尼哦。所以咱听之前拢有听过一个故事，讲冤某虽然法律大，只能服务不服冤啊。冤亲债主虽然伊法律大，毋过伊会当服务，服啥？做啥物魔？服你的心魔啦，不服冤。你若过去欠人的迄，伊无法当甲你解，无法当替你解决咯。共款意思哦，所以今仔日每一个人富贵贫贱当中拢有因果，就敢若讲迄个因果内底是各神性、
袂当去干预的，袂当去干预的。一支目汁，这支目汁是乌的，对顶面滴落来，滴落来到水的下底，含发含血发都会使改变，因为对顶面滴落来叫做自然的现象。血发不变哦，伊袂当改变自然的现象，因为自然的现象叫做定律。安尼哦，咱做啥物因爱做成啥物果，这个叫定律爱接受。这个定律爱接受哦，毋过上天会当互咱安怎？虽然袂当甲咱改变，毋过会当甲咱改变。咱迄个目水滴落来的时阵，迄个水呢，互咱水会当较济咧，互水会当较流通咧。当水互咱较济，水互咱较流通，迄个目汁虽然滴落来，较济水较济含较流通，若安尼，迄个目汁滴落来，慢慢会稀释去咧，会较袂遐乌咧，会嘛吼？迄个水叫做反物啦。哎呀，所以上天老师，伊会当互咱有智慧，伊会当甲咱改变。互咱有智慧当中，互咱内心内底，互咱识透着讲，虽然困，虽然强，虽然贫，毋过内心内底，咱要安怎苦中作乐，名利来扭转乾坤。扭转乾坤，就是要将咱内在认定的标准，迄个苦的物件，要甲伊变成乐，爱搁发有的滋润的啦。安尼哦，所以咱透过命理、自言、语言，扭转着咱内在过去的思想、观念和情欲。安尼哦，咱这个片慢慢啊改变，习气慢慢啊改变，观念慢慢啊改变，兴趣慢慢啊改变，嗜好慢慢啊改变，一切当中慢慢啊来改变，互咱更加合理。迄个透过迄个合理，互咱内在的活，就是讲活水里底，活水里的内心世界。所以歹的物件、贫困的物件入来到你内在的内心世界是会活。若安尼的话，入来这物件，你的内心能量够，智慧有够，转会过来的转成生命，乐自然产生。乐自然产生哦。若安尼贫困，甲咱讲贫，对咱来讲有影响无？阮也客过啦，过了欢喜无？足欢喜的。敢是安尼？对啊。若安尼话，当然互咱有富贵的时阵呢，有富的时阵呢，咱咧艰苦的时阵，咱用安尼内在有真好的观念、真好的思维、真好的心态，当互咱好的时阵、富的时阵，相对的哦，心念是正转含倒转的哦。你平常时啊，咱的心念是正转，当互咱拄着富的时阵，心念嘛是正转。安尼哦，平常时啊，咱的心量是倒转的，无好的想法、无好的思维和无好的观念，当富互咱够的时阵，心念会因为有够，你的心念全都会正转。因为心念的思维是随着惯性在走的，安尼哦。所以当咱若心念平常时啊病的时阵，拢倒转不满，用念足济，看法足济，烦恼足济，思维足济，安尼做安怎，迄个物件足济的时阵，当互咱富够的时阵，相对的哦，你的心念嘛是倒转。当一个人好嘢出来，心念倒转啊，观念唔对，思维唔对，好嘢以后要安怎？会变成啥？做做咧，加重要的，加做做的，敢是会安尼袂？讲话会较对鼻孔出来袂？本来讲话对自家，咱怎么讲话对鼻孔出来？会安尼袂？头
头会较野嘞，会嘛吼。所以好业，你就是有资源，有资源了后，佫会啥？佫会吼咧，就是客气，咧就是客气哦。就是讲今仔日虽然我有资源，那底下有钱啦，吼，毋过我嘛佫袂真拍开。我这钱是要用伫对，要用伫上界有利益着兄弟姊妹的心。因为利之用，以啥物为贵？以和为贵，对不对？对啊。所以利的目的为着要和的呢？要和的意思就是讲，毋是甲我好尔，大家拢爱好无？我的后代敢爱好？啊，毋过我的部下敢爱好？安尼嘛吼？对呢。毋是甲我的后代好尔，我的部下大家拢爱好。咱的同修大家拢爱好，兄弟姊妹大家拢爱好，迄个人好叫做和，对无？安尼呢？啊，好嘢落来当中，我有资源落来，为着要互大家拢好，安尼敢有收？安尼敢是袂收？安尼附金哦，有嘛吼？虽然你边内底嘛有金。啊，若安尼的话，咱的心自然而然袂因为贫富的关系而变质。内财有变质无？内财无变质。吼，安尼叫做往下扎根呢。安尼根就是咧经文呢。哎，啊，咱的关系敢会因为讲我善的时阵变歹去，啊，好业的时阵叫做好业嘛安尼，善嘛安尼。咱的关系拢足圆满，啊，足和谐，足温暖，爱，安尼嘛吼。所以，金就是元，元就是金，国之金就是家，家之金是人，人之金是心，心是金就是灵啊，吼。金就是源头嘛，啊源就是咱内在金，所以对咱内在一去甲改变，对土质、对心地就是一股的产，吼，心地就是一股的产，啊产就是咱的金，啊所以国家的金，国的金就是咱的家庭，所以咱家庭甲顾好，啊家庭甲顾好，啊这个家庭顾好，迄就是一个磁场，咱的家庭顾好，安尼这个家庭内底。咱的事实就上要倒来，啊，是大有利的事实就上要倒来。为什么？因为咱倒来到这个磁场内底有温暖、有家的感觉，吼，安尼嘛吼，安尼代表了这个家有金啊哈，袂安尼差价啦个，安尼表示家有金啊，吼，啊家的金是咱人的心灵啊，哦，这个家要有金，重点是咱人的态度，咱人的态度。啊，咱的态度敢要改变，爱嘛吼，因为改变着咱的态度，就是要互咱的家庭愈圆满嘛吼，敢是安尼？啊，家庭愈圆满，咱的事势愈想要转来嘛，咱的媳妇会愈想要转来嘛吼，常常的应这个较紧的转来，较紧的人转来，时间拖转来，吼，想3不5时就原来想要转来，会安尼袂？迄就表示咱的家有金，啊，咱的家的金当中对人的态度去塑造出来。所爱改变咱的态度的哦哈，改变咱的态度，就是要互这个家有金啊，安尼哦，哦，啊来哦，咱人的态度，人是对人的金是对是对心，所以改变咱有要外在的态度，要改变咱的心，爱先改变，咱内在心地爱改变啊哈，咱内在心地爱改变。内在心地的思维慢慢啊改变，心地要改变，当然就是爱靠过明理，入理，啊来透过合理，啊这拢爱透过来改变，啊当然要改变家己足困难，要改变家己嘛足困难，啊毋过当然咱若愈投入，愈用心的时阵，其实认真讲。咱的至亲，迄个感，因为
咱的至亲咧，叫咱感谢家己，安尼哦。咱的至亲咧，叫咱感谢家己，迄个感的物件会感觉讲，虽然改变无济，毋过有要改变的。去得着袂歹，真正有要改变的。慢慢家己真正有要改变的。吼，拢是对细项的代志去慢慢去感出来，去慢慢去感出来。所以，伫咧家庭内底，虽然真爱足济哦，足济真爱的所在是足歹感的所在。毋过，今仔日咱搁做甲伫咱即个真爱足济的所在，搁互感会着，安尼表示着迄个正面内在的即个物件，咱真正有用心。安尼哦。所以迄个感的物件，愈来的心态愈咧改变，思维嘛改变，相对态度嘛改变。安尼，若安尼拢咧扎根呢，即个家咱拢咧固根呢，来呢，心之根在啥？在面。心之根在面，心的根里对灵，就是咧讲灵性，就是咧讲性。灵它在讲天性，心伊的根就是天性。所有咧用啥物心，拢有限天性所产生出来的菩提心能量最大。天性所产生出来的菩提心能量最大。互学定咧比一个例啊，一个妈妈一个月赚5000块，会当饲3个囝，中大成就。一个爸爸一个月赚5万块，无法度饲3个囝，中大成就。咱要相信无？差别伫对，毋是咧看轻轻的哦。重点伫对，妈妈伊的母爱的天性，那种能量，毋是用金钱来衡量，是这样哦。这个是妈妈内底伊内在的特质哦。迄特质伊免去学，特质妈妈那种内在的特质，自然会去产生出来。毋过妈妈伊的内心愈单纯。伊的爆发力愈强，伊菩提心的爆发力愈强哦。安尼哦，伊的天性的菩提心爆发力是愈强哦。安尼哦，妈妈愈顺服、愈单纯、愈朴素、愈无欲，那安尼话，伊的菩提心的爆发力就愈强，伊的意志就更加坚定。安尼，所以妈妈天性流露出来以后，她连命都不要。含命都无爱，这个叫天性的。这个就是最大能量。所以心的根源里对，心的根源就是自性天性，就是灵。伊咧讲究啥？讲究纯度顺度。因为心愈无用愈单纯，越能够放手一搏。安尼哦，无所不用其极，这个囡仔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呢。迄个叫做根，那么叫做根。所以咱慢慢去甲伊体会，对一个家庭的磁场，交咱一个人的态度有关系无？有。交咱一个人的心有关系无？有。交咱内在有单纯无单纯有关系无？有。这物件拢有关系。这物件拢是根哦。若安尼为囡仔婴儿落来到这个世间。婴儿落来到这个世间，伊来到这，伊有顺服无？伊有天真无？有哦。伊有顺服，伊有天真哦。所以就是伊有顺服，伊有天真，所以你的家庭爱用有根，你的磁场爱有根哦，你的态度嘛爱有根哦，你的心嘛爱有根哦，你的内心的纯度嘛爱有够哦。你靠我同照顾这个囡仔哦，毋是照顾尔啊，咱咧顾囡仔，咱到后壁
用内底佫有一个育的啦，毋是甲饲好大汉的啦，敢要教育，爱无？父母亲是婴儿的第一个老师呢，爱教育无？爱哦，爱啦吼，爱。毋过今仔日，咱的内心有和谐无？咱的态度有正确，咱的心态有正确，有劲无？这物件若拢无，咱要安怎将一个红孩仔甲教好势？安尼哦，所以今日就是咧讲子弟，就是咧讲真，安尼，今日就是咧讲真，哦，今就是咧讲真，啊，迄个真内底就是和谐、温暖、喜悦和安心。婴儿红孩仔人是一个白纸互咱，若安尼话，咱家庭、咱的态度，啊，佮咱的心态，啊，佮咱的内在有单纯无单纯，这拢有重要无？因为咱若无这物件有备，咱无法度照顾后壁。咱无看迄红孩仔，红孩仔就是咱后壁的生机，红孩仔就是咱要传承的。要甲伊教好，咱内在爱改变好好个啦，安尼哦。所以咱有看足侪拢教袂好，其实红孩有关系无？所有唔得讲大人，因为大人家庭无紧，心无紧，态度无紧，内心无单纯，安尼哦。这个囡仔较变积极个呢，这囡仔变积极个哦，所以伊咧讲诶。吼，咱来讲子弟，吼，因迄个真就是安尼，吼。所以孔夫子他讲五十有五而志学，孔夫子他讲五十有五而志学。我到15岁之前。15岁之前，拢伫这个家庭内底，啊，这个家庭有紧，所以我15岁之前拢咧学啥？学做人，你出年咧学做人啊！爸爸妈妈咧教我教做人，教相处，所以伊的内在是单纯淳朴的，安尼哦。毋过伊会晓做人，袂晓做事，要安怎？会晓做人，袂晓做事，毋知影轻重，毋知影进退，会安尼袂？会啦吼。毋知影啥物叫危险，啥物叫无危险。所以咱咧红孩仔足天真，啊毋过足危险的。迄个古红孩仔敢安尼古贼的咧，敢是安尼？所以甲恁讲，15岁之前，迄个朴素的物件，做人迄个顺的物件。拍基础，15岁以后开始要学识啊，要学啥？学知识，开始要学知识后，开始要学知识的经营啊，啊若安尼的话，爱以做人做基础无？係呢？用做人做基础，所以咱家庭的教育有好无？家庭教育若好，有紧的话，今仔日送去下校教。来学知识的时阵，老师拢会讲一句话，讲这个囡仔真有啥，真有家教，对不对？对嘛吼，因为厝教了真好势，做人啊，规矩啊，礼貌啊，教了真好势，对不对？毋过你落来后壁就是要学做事嘛，所以做人的基础先拍底，啊后壁较自然学做事。学做事，啊，做事就是要趁钱，所以也会晓做人，啊，也会晓趁钱，学做事啦，安尼嘛吼。毋过，不管趁有钱趁无钱，你的根会使改变的，你的基础迄个基本盘会使变，安尼吼，所以学校吼，拢甲小朋友讲一句话讲。
因为我小朋友即摆咧卖车，咧卖车，互我讲一句话讲，你啥物拢输啦，因为你打赢伊啦，学习嘛输啦，经验嘛输啦，口才嘛输啦，无一项赢人诶，人马嘛输啦，要去卖车一定足困难。安尼伊甲我讲，爸爸安尼要安怎？安尼我着免带。我甲讲，你拄好有一项赢，敢赢这项就赢了8年啊！这项别人做袂到，伊讲啥物物件？我讲就是爸爸和妈妈过去伊对你翁囝的时阵，慢慢甲你教育出来，就是你会做人。做人身份单纯，方有安全感，方有一个可靠的感觉。这就是你做人这个物件是学无落来的，别人学无落来的。你若讲你若讲这点甲改变，你认真人去学你的专业，你的做人袂使改变做人的单纯和顺服袂使改变你即马搁去认真学专业，你即马刚出社会你拢无欠啥，你食三顿毋免烦恼，你着认真学专业，你搁欠啥？你欠专业，搁欠人脉，这两项，你着认真去学专业，用你的好好做人来去经营你的人脉，你即马拢爱想要趁钱。咱读册囡仔敢？读册囡仔你嘛会趁大钱吗？袂嘛人出社会，伊讲咧学的这段当中，你毋通趁钱，你嘛袂使叫伊趁钱，伊趁钱是不应该的咧，安尼伊趁这个钱是不应该的安尼伊要爱的，伊上该欠啥？即马就是上该欠人脉和专业，你爱好好伫专业内底去学，人脉内底去用你内在的做人来安怎？来吸引你的人脉，安尼安尼起来有成就无？有啦，做3单，35个迄工期的入面剩几个？剩2个，去做一个就是我讲老师咧甲你主编，你的特质通改变咧。爸爸伫3当前甲你讲的有影无？一个人，一个客户要开1条正100万的钱，伊一定爱拣一个感觉伊会可靠的人钱开着正100万，毋是100万的，是正100万的。赶快拣一个伊可靠的，伊有安全感的，伊有安全感，伊有可靠的，那安尼就是你的特质，安尼嘛所以，伫迄内底到即摆社会落来，大家拢是功利主义，相对的，今仔日内在的朴素、内在的单纯，加上着咱的专业和知识，这两个甲结合做伙变成是啥？咱比别人搁较优势的所在。所以就变成28章讲朴实即义，即为义；圣人忠志，即为原谅无代志不忘。安尼迄个朴就是即块茶，即块茶当中，伊要来做即个刀伊要来刻成一个佛祖，伊要来做椅毋过刀佛祖椅也是各种的啥物物件，拢无要紧。今仔日所有咱这茶，究竟这几项物件拢是茶来刻起来，这块原木刻起来做出来。那安尼这块原木内底有伊，这器具内底有迄块原木的质有嘛有迄块茶的质，拢有这块稀土器的质的安尼意思。所以咱不管是任何咱生中任何的角色。咱徛伫任何的角色，绝对袂使离开着朴。离开着朴当中，咱袂当翻真，所以叫做翻朴为真。咱若离开单纯，咱做出来、讲出来，
所有的一切当中拢毋是真诶，啊，咱是真爱真诶爱假？大家若要爱真诶，要完整的，要来真的。毋过今仔日内心无破，变我来真的，完整的。安尼呢，是不是这样？对啊。所以你内底咱来慢慢去来体会啊。所以甲伊讲含圣灵哦，圣灵伊嘛虽然伊是一个圣灵，毋过伊诶内在会破会程度佫愈顺。凡夫虽然无顺，毋过伊嘛佫有破诶物件伫伊内底。安尼哦，所以圣灵用是即位关重，圣灵用破诶物件顺度，破诶物件用了愈济，安尼伊成就愈大。安尼哦，所以代志不管，所有的当中的代志拢袂使离即个破，安尼意思。所以咱今仔日任何的因缘，任何的因缘，不管处于任何的因缘，富贵贫贱，每一个家庭拢无同款。毋过重点哦，内心爱单纯，内心愈单纯，愈有法度面对着咱的逆境的因缘。拢有法度愈面对着咱的挫折，面对着咱所有面对的难关，大家拢有因果。毋过要怎面对因果？透过修道改变家己，改变家己的目的，就是要反扑。啊，反扑了后，就是讲我要认真哦，要认真来面对我的因果。要面对因果，敢要认真？係呢，你无认真面对因果的话，伫迄内底要消关解业，你要还人钱哦，情绪足歹，心情足歹，足郁卒。吸一个人枪，你还人钱当中，这次嘛唔甘愿呢，我们是对呢。所以你内底要提出真的破的物件爱出来，安尼哦，爱的就记，迄个就记哦。来，咱人有价值有三大经哦，因为时间的关系，袂当讲详细吼。咱人的价值就是三大经就是生存、含生活、含生命三大经生存就是以心谋生，心以利为己，以言为用，就是咧讲态度，就是咧讲文静。文嘛文静。啊，生活就是以心护心，心以静为根，以义为用，就是咧讲运动，就是咧讲文静。生命是以命为生，命以人为根，以德为用，咧讲顺路，就是咧讲柔情。所以你内底咧甲咱讲着生存、生活含生命，这三项敢爱有紧，嘛爱有紧。安尼哦，咱要生存落来，是用辛苦去谋生的，用辛苦去趁钱的啊。咱无趁钱，敢有法度活落来？活袂落来啊！吼，爱趁钱啊，用物质来过我这个辛苦啦。所以红爷仔时阵，伊有法度趁钱无？有法度顾伊家己无？无法度，爱靠别人顾无？爱嘛，爱靠是大人顾啦，爱靠规个国家的资源嘛，敢爱？爱嘛。所以利益内底以心以利为根嘛。咱今仔日这个辛苦要会成长，是用物质好起来，用物质好起来。用物质好起来当中，别人甲咱甲咱栽培起来当中，若安尼的话，以后咱中大成人，咱敢有爱用物质来来照顾后壁的人，互后壁的人有生机，敢爱？爱啦吼！过去甲咱照顾的爸爸妈妈，咱敢爱用物质来甲伊照顾，因为伊即马袂趁啊，敢爱？爱啦吼！对，迄个叫做回馈，迄个叫做回馈。
迄个叫做温情温，人爱报温，人爱报温。当然讲上界直接的，就是啥？就是讲我有能力人去趁钱，趁钱要来啥？要来回报，回报所有对我有恩的这，迄叫回馈啦安尼的话，咱的利有金无？咱的利有金等下会一点一点讲着。来就生活，生活就是要讲以心护心。迄心是以静为根，以静为根咱人有心无心，交伊的静有关系。伊的情愈深的人，伊愈有心；情的一个人的情愈杂的人愈无情的人，愈复杂的人伊的心愈无根所以心是以静为根。安尼心是以静为根静静，你的内心的静当中愈真，愈真就是讲你内心愈单纯，你的静就愈真，静愈真所做出来拢是义。要安怎做义？先爱看讲你的静内底有真，你的静内底若无真。咱的情绪内底若伤过情绪的物件，咱静所产生拢袂真。伤过